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初5，以弗所书4章32节安尼讲：佮着用仁慈3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相赦免。亲像上帝伫基督捌赦免恁一样，三个来祈祷，爱愿用仁慈3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相赦免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主爱、信实、满有恩典的上帝。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要来称颂、甲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你的主爱永远直直，你的恩典每一天拢是新的。主啊，你伫基督耶稣的内面，永远显明完全的听甲了解。我们一生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阮心灵靠着阮家己，就时常会失去温慈的心，对人的伤害不愿放离，也无了解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软弱，也搁一遍赐阮温柔谦卑的心，互阮通用仁慈3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彼此相赦免，就亲像你伫基督捌赦免阮一样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